大家好，歡迎返到嚟收睇我哋嘅 channel。今集會嚟到芭提雅介紹一啲好食好行嘅地方。首先嚟到海鮮市場，小編會將詳細嘅資料放喺資訊欄。呢度係可以坐雙轎車過嚟，不過呢就要轉車。call 車過嚟都唔貴，經濟許可嘅話就 call 車啦，仲可以慳返啲時間。而最重點嘅係 call 車有冷氣啊！而家就行下個市場睇下有啲咩買。一入嚟就有個甜品區，相信大家都知道泰國人喺炸嘢方面係有一手。炸雞早嚟到泰國就一定要食啦。至於炸昆蟲就不了啦。仲有好多乾貨可以選擇。辣椒醬啊、鹹魚啊、蝦米啊，各式各樣嘅乾貨都有。一杯果汁只係大約需要30到40克。炸香蕉就30、40、50克嘅都有。樣樣都想試嘅話呢，就50克。想買乾貨嘅朋友仔就可以比較一下再買。煎鵪鶉蛋都只係需要20克啫。喺街市就梗係唔少得有生果賣啦，哇！真係好多選擇啊！跟手入去睇下賣海鮮嘅攤位先，大家都要注意返市場係比較多人，同埋地面都會有啲濕滑。市場入邊有啲海鮮呢，就係冰住嘅。50匹有1公斤好。無論係檔口定係海鮮種類，都多到目不暇給。1500一公斤。對。1500。OK。梗係唔少得，仲有活海鮮啦，而且唔少檔口都識得講普通話。唔知大家平時又會食邊一款海鮮呢？嚟呢啲地方，若果人多嘅話呢，就可以樣樣都嗌少少，可以樣樣都試啲。呢個市場真係超級大嘅，需要自己慢慢去發掘。活龍蝦呢啲就梗係有啦，大家可以認住呢一款，呢一個咧係海翅嚟嘅，就比起海膽嚟講咧就冇咁鮮美，不過價錢都唔貴，想試下嘅話都冇乜所謂。買完晒海鮮，而家就去揾間鋪頭加工先。
今次就揀咗呢一間加工店，係藍色小屋。喺呢個市場其實都有好多加工店可以選擇嘅。環境都好唔錯，可以一邊睇海景一邊食美食。放低海鮮同埋話俾店家知想要嘅煮法就 OK 㗎啦。坐室外再加埋有風扇同埋海風，其實都幾涼㗎。餐廳入邊都有其他菜式可以嗌，司康就揀咗白灼，隻都好肥美啊！炒螺又有啲蔬菜俾你，都幾 OK。炒蜆一睇就知道好惹味啦。呢個就係頭先一開始買嘅雞棗。超正嘅瀨尿蝦，隻都係好大隻啊！咁就梗係蒜蓉炒最香口啦。隻都好多膏同埋好厚肉啊！龍蝦就一雞兩味，有蒸嘅同埋有芝士焗嘅，真係一邊剪片一邊狂流口水啊！海鮮市場出邊都有停車場，不過今日就係星期日嚟嘅，都幾爆滿。揸車嚟嘅朋友仔，若果泊到車嘅話呢，就喺呢一個入口入去就係海鮮市場啦。海鮮市場出邊都仲有市場可以行啊！有興趣嘅話，記得預留多啲時間慢慢行。食飽飽仲可以泰式按摩添啊！超級多小食攤檔啊！小編估總有一檔啱你口味嘅。喺呢一度補充一下，見到呢個牌，佢嘅右手邊就會係海鮮市場㗎啦。大家知唔知泰國嘅日本餐廳都係好有水準嘅呢？今晚就一於試下呢一間日本餐廳先。由步行街行過嚟嘅話，只係需要4分鐘。店內環境裝修都好日式啊！睇下個 menu， 呢間餐廳有啲咩食先？菜式真係唔少喎，有牛有咖喱有天婦羅，又有唔同嘅日式小食啊、主菜啊、壽司啊，真係揀食咩都有排揀啊！刺身類都好新鮮，生蠔呢就食落好肥美鮮甜，生蠔食完都仲有 encore 再叫多次添啊！再整返個炸三文魚餃，
加多個鰻魚飯頂頂肚。沙律菜都靚靚仔仔，大大份份。沙律醬好似唔使錢咁啊，要叫佢停先至會停啊！清酒煮蜆，連個湯都好鮮甜啊！希望大家鍾意我哋今次嘅介紹。多謝收看，鍾意我哋嘅影片記得訂閱、讚好同埋留言啊！下條片再見啦！